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闭慢心，咱家己先来祈祷，求主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得到喜乐，得到激励，得到安慰，得到盼望。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主日美好的早起时，咱大家组织伫遮做伙学了敬拜伊，是何等大的福气！主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你甲我的主上帝。才甲你身边的兄弟讲，你是上帝奇妙的创造，你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咱做伙开喙，用这首诗歌来学了咱的上帝进前，咱用使徒圣经，咱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开喙用这首诗歌来学了咱的上帝，咱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我心爱了上帝，主人养我的爸，天地万物三甲影响，学了伊大尊名。手把长水泉，强将大海宽山，显明伊大冠亮阳光，因爱公义交织。我心爱了上，我心爱了上帝，主人养我的爸，天地万物三甲影响，学了伊大尊名，就目苍。手把长水泉，强将大海宽山，显明伊大冠亮阳光，爱公义交织。我心爱了上帝。我心爱了
干净人的白。咱亲像空中的飞鸟，咱用诗歌来学了咱的主。是出声，学了伊大尊名。溪水，溪水草木之水，芳花过一桥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空气大人来。我心爱了上帝，天的分对一家，虽然歹代暂时重现，公义稳当得胜，主的国要恁到地上。情歌啉到地上，那阵的天真样，你的到尾合做一家，阳光归伫上帝，天的到尾。到尾合做一家，阳光归伫上帝。请大家起立，咱做伙用欢喜的心来庆贺，来宣告，主就是荣耀的大君王。咱做伙用喜乐的心，咱来吟。咱大家来庆贺，耶稣听痛，咱就来庆贺。上帝的囝因为听咱，牺牲生命。咱大家来庆贺，主死去了，无人通相比。大家欢喜，主献祭，大声唱歌了，咱个对头，咱大家。咱大家来庆贺，耶稣听痛，咱就来庆贺。上帝的囝因为听咱，牺牲生命。咱大家来庆贺，主死去了，无人通相比。大家欢喜，主献祭，大声唱歌了，咱同齐。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欢喜来庆贺，大君王。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荣耀拢归伊，大君王。咱大家来庆贺。咱大家来庆贺，耶稣听痛，咱就来庆贺。上帝的囝因为听咱，牺牲生命。咱大家来庆贺，主死去了，无人通相比。大家欢喜，主献祭，大声唱歌了。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欢喜来庆贺，大君王。咱同齐来庆贺，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荣耀拢归伊，大君王。咱过来，咱同齐。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将咱的歌声献给咱的主，大君王。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荣耀拢归
拢归予伊，荣耀拢归伊，大君哦，荣耀拢归予伊，荣耀拢归伊，大君哦。咱就欢迎拍声献给咱的主，感谢主，请坐。咱有听，因为上帝大声听咱。耶稣道成肉体来显明上帝真实的模样，互世间人知影，佮救赎咱的罪。主耶稣实在真疼咱。耶稣疼我，我知影。耶稣疼我，我知影。耶稣疼我，我知影。耶稣疼我，耶稣疼我，耶稣疼我，我知影。耶稣疼我，我知影。耶稣疼我，我知影。耶稣疼我。耶稣疼我，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会救有体恤。耶稣疼我。耶稣疼我，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会救有体恤。主耶稣疼我，主耶稣疼我，主耶稣疼我，有记载伫圣经。耶稣疼我，我知明。耶稣疼我，我知，因为圣经有记载，因为耶稣疼咱。伫圣经，咱虽然真软弱，虽软弱，耶稣会救有体恤。主耶稣疼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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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记载伫圣经。咱将咱的手放伫咱的心。主耶稣疼我，主耶稣疼我，主耶稣疼我，有记载伫圣经。咱祝福咱身边的人。主耶稣疼你，疼你，主耶稣疼你，主耶稣疼你，有记载伫圣
讲，主耶稣听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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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记载的圣经。有时咱会问，风对倒位来？风对倒位来？心情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好城市的路，啥人通我靠？耶稣，你听我，我一生跟我。我若孤单的时阵，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无遮。我爱情滚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予你来引带。风对倒位来？风对倒位来？心情啥人知？耶稣，你听我，我知影耶稣你听我，我知影。好城市的路，啥人通我靠？耶稣，你听我，我一生跟我。我若孤单无伴，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要来充满我。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无遮。我爱情滚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予你来引带。当咱孤单的时阵，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我若无路通，主你是阮的大牧者，做我无遮。我爱情滚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耶
搁来宣告耶稣，耶稣，你听我，互你来引传。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虽然有时阵，阮有真侪物件无明白，无明白风对倒位来，毋知影阮的心事，敢有人知影？有时阵，阮会感觉孤单无伴，但是你犹原用你的话时刻充满阮。阮要时常倚靠你，时常亲近你，因为你是阮的大牧者。阮也望阮的一生会当对你的脚步行。愿你时常引带阮，愿咱的祈祷，愿咱的献祭，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继续来祈祷，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信徒同工的服侍，为着咱教会亲的儿童，以及伫咱教会的现款，求上帝继续带领咱，互咱做伙来为着咱教会，为着咱的新朋友，以及伫教会软弱的，伫咱传福音的行动有时软弱时，求上帝来加添咱气力，咱同心做伙来继续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我搁一摆感谢你，满满的疼，互我会当平安一摆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我满心的感谢，我也求你赦免我的罪过，我有时心内行的行为，也是心内所想的来得罪你。我有时行不义，也是骄傲。我恳求你赦免我，我也求你更新我的性命，互我愿意把握时间来不断的学习，来灵修，来祈祷，甲你结连。愿你的大气力，你的信心运行伫阮的牧者，阮的长执，阮每一个会友甲儿童心上。互阮生活中常常来经历明白你的同在，互阮经历你的医治甲稳定。阮一摆一摆的求你带阮，伫新的一年，阮也恳求你赏赐阮有新的意象以及日子，愿意学习怎样来听人回应上帝你的听。阮伫你同心，做伙祈祷恳求。拢是靠主的名，阿门。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30篇，诗篇121篇。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山对倒位来，我的帮山是对上帝来。伊是创造天地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顿面，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也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
伊伫你的身边做印影，在保守你。你是日头袂伤你，你是鬼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咱做伙来吟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咱做伙起立来吟。对主的人有幸福，那尊忧伤真快乐，那是幸福乐一时，我心平安真得意。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里着跳我欢喜，去跳主唔通放你，最的快乐，夜晚通的主快乐，你主的人有幸福，看见那通的快乐，你主好引进我心，最袂紧的归声义，为的快乐，你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里着跳大欢喜，去跳主唔通放你，主的快乐，夜晚通的主快乐，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跳往错路，我对耶稣的靠路，为的主慢慢follow，为的快乐，为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里的跳大欢喜，去跳主唔通放你，主的快乐，夜晚通的主快乐。请坐。希望咱会当常常对主来有幸福快乐。咱即时请圣歌队来学乐咱的上帝，因要唱的歌是行荣耀的路。
感谢圣歌队的服侍，互咱通过诗歌，肯嘛甲主做伙行荣耀的路。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代志。本周日，秀珍长老前往大公教会来为咱建堂募款、义卖泡菜吼，请兄弟咱做伙关心代祷。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也请兄弟协助将圣诞节的布置来摕收起来。另外，咱今仔日会后的小组暂停一周。今年度新春青社礼拜伫1月29拜3来举行礼拜，迄日咱会来翕团体相、专家服的相，也欢迎邀请全家做伙来参与。后礼拜2月初2，主日礼拜照常举行，也请兄弟留意。2月初1，后礼拜6，华语礼拜也暂停一周。2月初9拜日11点到12点，咱来开始举行华语礼拜，也请兄弟留意，欢迎邀请听华语的兄弟做伙来参与。过年期间1月28拜2到2月初3拜1，教会逐项小组聚会拢暂停，也请小组兄弟留意。今年会员好会伫2月23拜日来召开。2024年的信徒年度的奉献，明细公告伫公报栏，也为着要来做好会手册，也请兄弟会当伫2月初9礼拜日之前来详细查看。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咱有听，因为伊在先听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章19节。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伫约翰一书4章19节。咱着三听，因为上帝有大先听咱。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到15节。14节，因为基督的疼，催逼阮做即个结论：一人为着众人死，众人就拢死。15节，伊为着众人死，是要互迄个活地的人，无搁为着家己活，是为着迄位替因死搁活的基督来活。咱即时请穆恩同学。大家平安，我要共读上帝的话语。约翰福音4章16到21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的，神也住在他里面的。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兄弟，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兄弟，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咱拍普话来，
感谢那小朋友。来，咱请所有的小朋友哈，来到台前，嘉亨来，一起来，我们来领受上帝祝福哦，哈，来，我们一起到前面来哈，来，一起来，来 ，OK， 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来祷告哈，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来，一起上来，上来这边。好，我们把眼睛闭上，把眼睛闭哦，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经历神你丰盛的大能。我们要再次将在座的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孩子交在神你的手中，愿你赏赐予因，唔那有智慧聪明，嘛予因通过你的话语来认捌上帝你救阮性命，赏赐阮丰富智慧的主上帝，成做因性命的救主，嘛成做因家庭的祝福。恳求上帝你赐福，伫这细囝每一个爸母，拢会当真实伫主你话语的内底，透过祈祷，透过鼓励，透过帮助细囝，互因认捌耶稣基督救恩活命的话语，成做因一生上好的帮助。愿神的荣耀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学习用最好的生命来奉献给主。我们相信神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是充满恩典的。感谢赞美主，祝福每一个老师，也祝福每一个为孩子摆上的弟兄姐妹的祷告，能成为神所喜悦的。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上帝祝福你们哦，哈，上帝祝福你们。弟兄兄弟大家平安，甲你边仔兄弟讲，新春要到，新年快乐。新春要到，咱的生命我相信充满着侪期待啦，吼！咱嘛着用一个敬畏主的心，三甲来到主的面前来敬畏上帝。伫即礼拜时，我牧师去参加2礼拜的训练，吼！伫迄中间，吼，即个服务的一个交代当中，嘛是即个过去受封教会也是花莲受封教会，伊过去受封教会开拓的即个慈牧师，伊伫最后的时阵感谢一位牧者，感谢一位牧者。那这位牧者说：“为什么要特别感谢我？”他说他在那当中做一个见证，伊讲伊的爸爸伫临终最后要过往的时阵。迄礼拜，伊拄好看到 Good TV 的迄个牧师所讲道啦。伫伊的讲道的内底，伊犹原虽然是临终的过程伫坐倒伫病床顶面，伊犹原要守主日啦。所以伫最后的时阵，听到主的话，通过即个牧者所互伊的鼓励，也互伊搁一摆伫生命的最后的时，犹原上帝献上感谢。所以，这牧师伊更较体会到讲，每一个信徒会当守主日是非常的啥好，还是歹？是足好的哦。所以，咱今仔日咱会当为着上帝，咱伫心若用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头前，咱嘛着时时刻刻鼓励咱家己，咱着守主日，求上帝赐福咱，互咱的生命会当得主的赐福。咱做伙同心，搁一摆三角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带领阮来到主你的面头前。伫旧年，阮经历着主你丰富的恩典甲疼痛。阮伫你面前要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的内底，对年初到年末，保守阮的心，引带阮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互阮的生命伫你的内底，通得到安稳的心。主啊，阮着常常单独、专心致意来面对阮甲主你的关系。阮着承认阮家己有何等伫软弱的内底，更加爱倚靠上帝。特别当阮有时因为家己的自义、自信、轻易的生命，主啊，带互阮的生命有充满侪骄傲，看袂起家己做会到，却看会到家己做会到，却看袂起别人做袂到的生命。主啊，
愿阮的生命需要伫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阮需要领受对你遐来丰富疼痛的心，互阮有怜悯、有包容、有温柔、谦卑、顺服的性命。互福音会当真实，是主你大能的气力、美好的应允，嘛真实救赎每一个记那相信主你的人。互阮若心中有主你真理活命的话语，做阮生命的准绳，诚做阮生命更较大的信心甲气力。愿你真理活命的话，诚做救阮灵魂的大好消息。互阮学习去传，学习去做见证，为主做光做盐，来荣耀主上帝。主啊，愿阮的生命伫你丰富的话语的内底，通看见你对阮生命的启示，用你的疼来激励阮，互阮的生命认真为主你来活。当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会早起，咱有感觉地动无？逐工咱拢咧摇，逐工也摇，吼！但阮昨暝咧唱圣歌对嘛摇，摇甲逐个拢讲，停落来吼！我相信逐个人伫地动的中间，拢有一个心志，会感觉讲，毋知影接煞会安怎？其实咱人的一生的中间，咱拢咧体会，什么叫做伫危险的中间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兄弟姊妹，信主的人有福气，是因为咱有福音，诚做咱生命上好的瓦壳。咱台南中会吼，几间教会，特别讲和教会，伊嘛是伫即摆地动的中间，这条吼，拢已经有损害，所以因接续即礼拜嘛开始咧讨论吼，要到底有要建堂无？要不要重建啦？其实讲和教会伊嘛无偌济兄弟呢，二十几位尔呢，但是人经常会因的费，因嘛是无足济钱呢，嘛是共款。我听因的牧师讲，敢若300万啦，因所欠的钱敢若300万啦，所以因伫经历的中间嘛咧体会，到底教会头前的道路要安怎行？玉井教会嘛是共款伫即摆地动的中间嘛有一寡硬体拢产生损害。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要安怎体会主的疼？帮助咱虽然拄着患难、拄着困难、拄着绝境，甚至拄着敢若地动，毋知会造成什么款的伤害。包含咱家己的生命头前的道路，咱要安怎行？咱拢需要有基督的疼，来帮助咱要安怎伫生命中间来活出福音的行动力。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疼，上帝疼，是因为咱先疼伊，伊才疼咱；也是因为伊先疼咱。咱就爱去听，倒一种头前迄个，还是后壁迄个？有人讲头前迄个哦，咱先去听上帝，上帝较听你哦。敢是安尼？毋是啊，是上帝已经听咱，大声听咱，咱就爱去听。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既然听咱，伊大声听咱，伊的听就诚做咱生命行动的啥？会气力啊！所以兄弟姊妹，这嘛诚做每一个信主的人生命的中间的迄个地基啦。所以兄弟姊妹，耶稣基督救咱、帮助咱嘛就爱活出有气力的生命吼。所以即礼拜咱若过年的时阵吼，初2到初4啦。我听讲咱的东港吼，小会长了因要去伫即个热兰遮市集就是赤坎楼、赤坎楼，因即个活动市集真特别，在做啥物？讲无橡皮筋无塑胶袋拢恢复伫热兰遮城就是咱的安平的所在啦，嘛是当初荷兰400年前荷兰来到伫台湾的所在一个城伫迄个所在来诚做市集即个买卖中间真要紧的一个所在，所以台湾台南咱拢体会着上帝疼痛，伫过去的年日。嘛带领伫咱台湾会当行入一个民主社会，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讲啥物？牧师要讲主的疼，对咱的信仰、对咱的生活、甲生命、对教会来讲，咱拢咧去做啥物？咱拢咧去做一个相疼的群体啦。所以咱有咧相疼无？有无？咱常常拢咧体会，你有疼我无？我有疼你无？你有感受到我的服务、我的交代的疼痛无？
这种的疼，拢必须爱对主的疼做开始，做中心。所以当主的疼伫咱的生命内底，伫教会的内底，咱的生命就安怎会产生火花哦，吼，会产生火花哦。所以有人安怎，你若无体会到主的疼，有当时你就毋知要安怎疼一个你无想要疼的人。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第一项，咱要安怎就伫主的疼内底来建立一个创造一个三疼的群体。马可福音书第10章45节，咱做伙来看哈。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哇！咱咧讲吼，基督徒爱去服务人，爱服侍人，是安怎？最后啦，爱安怎？爱赔命的啦，爱付出生命的代价啊！也就是说，当你咧服侍的时阵吼，你若无付出代价，意思是啥？迄个有当时是清清菜菜的。所以若有听这同工啊，讲吼，牧师、同工啊、弟兄姐妹啊，我服侍得很累呢。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鼓励他。主耶稣为我们摆上的生命，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对吧？那是舍命的工作诶。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上帝面前，伫教会内底服侍上帝，我知会真忝、真辛苦。有时你会感觉敢若无伴，但是你爱记得，甲你边仔兄弟讲，上帝甲你三甲地地。啊，佮甲伊讲哦，我嘛甲你做伙行。所以兄弟姊妹，信主的人，咱毋若建立一个三疼的群体，伫主的疼内底，咱嘛着爱安怎？咱来互相鼓励哦，要激励他，吼，咱毋是碰触说爱的火花而已，咱该安怎？爱甲加油啦，吼，你若无甲加油，安怎？伊这火会花去无？会花去啊！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当咱的兄弟伫服侍、参与教会聚会也好。伊的心会冷淡，但是咱就爱互相甲鼓励，敲一通电话，甚至拄着啊，某某人你真久无看呢，啊你最近好无？啊是安怎样？你若无来，咱甲伊关心，咱甲伊鼓励，这就是啥？甲伊加寡油啦，啊，互伊安怎有动力？安怎继续行落去？所以咱基督徒上好的工具的鼓励是啥？我真爱听咱同工讲的。放在祷告中，有无？我为你祈祷。兄弟姊妹，这真要紧。最后，咱的生命就爱有所回应啦。当每一个人，你若甲伊鼓励，伫主的疼的内底，你甲伊鼓励，甚至你用疼甲伊包容、吞忍甲伊接待，你会发觉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你的鼓励内底安怎？伊的生命会回应哦，他会回应的哦。最近吼。啊，我知影讲咱即个静瑶，国中生、国三啊，国三，啊，因兜住伫即个大湾遐啦，吼，要徛来到遮至少还要25分左右啦。但是伊的爸爸，吼，伊的爸爸认为讲，我的查某囝，我信任即个大桥教会，伊的查某囝伫遮学吉他，吼，啊，伫遮参与服侍，伊感觉真放心啊。甚至伊开始，伊的查某囝开始会跟伊对话，因两个。爸仔囝会当做伙食饭的中间，开始去分享生命的问题，开始会主动豆豆啊去改变。啊，最近啊，因为伊若住伫教会，拢是住伫2楼，咱的主日教室，吼，啊，咱的同工啊，子安甲子轩，伊嘛开始伫辅导带领这青少年内底，嘛接待因去到伫因兜住，吼，拜六的时阵，所以牧师真感动，咱透过生命的行动。去疼一个志未衰的人，伊袂毋捌上帝，但是通过服侍，通过三疼关心甲鼓励，伊的生命就安怎委身落来哦。吼，所以咱看这个青少年，伊是伫遮委身伫遐咧弹吉他，伊的生命是经历过这个过程哦。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要安怎样伫主的疼的内底，来起造一个上帝爱咱起造出来的啥，变造出来、塑造出来的生命。咱就爱做伙来互相激励，这嘛是今日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读的。今日圣经在内底，约翰一书第4章16节到18节内底讲，所以咱知影，搁信上帝有疼咱。你有信上帝疼咱无？
有吧？上帝是啥？上帝是疼。有在实行疼的人，就是有咧行、有咧做疼人的动作的人，踮伫上帝内底啦。哦，上帝嘛踮伫伊的内面啦。意思就是讲，咱若有在疼，实际咧疼人的人，咱才是真正伫上帝内底。啊，你若无咧疼人的人，有当时你毋是伫上帝内底，你是伫啥？有当时你是互魔鬼较赢，你袂爱疼人，你伫遐埋怨，你伫遐报复，你伫遐安怎讲人的是非？对安尼，疼伫咱中间完全实现出来，互咱伫审判日通勇敢毋免惊，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啊。所以耶稣基督疼人，毋是干那耶稣会当疼人咧，咱会使袂？咱讲我无法当像耶稣安尼，但是咱会当学耶稣啦。有疼就无惊吓，完全的疼赶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啦。有惊吓的人疼也无完全实现出来。所以我一直咧鼓励我的囝，当因冤家的时阵，我甲因讲。你爱去疼你迄个姐姐哥哥，伊甲你做一个无好的动作，你嘛着爱甲伊疼，你嘛着爱甲伊包容。过去我拢用拍的，即摆我袂爱。伊若冤家安怎，我拢叫因相揽，揽做伙。伊讲爸爸要抱多久啊？我甲伊讲抱到你们累了，想睡觉了。吼，迄足趣味哦！你看迄囡仔吼，因揽做伙，一开始揽也是安尼哦。啊，佮讨厌哦！啊，咱到最后，就开始笑啊！啊，愈来愈揽愈调哦。所以你会看到迄人伫惊吓的内底，伊无法度通完全将伊的心内迄个疼对方的心安怎，甲伊显明出来。所以咱来行动啦！你若无行动，用迄个疼去疼对方，我头拄讲的即个，我毋是讲哦，咱若含人冤家，你讲我爱含你相揽，毋是即个意思啊。我看见囡仔的动作，就真正印证圣经内底讲的，疼伫咱中间完全啊实现出来的时阵吼，迄是袂惊吓的啦。吼，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特别咧讲起，咱着三疼，因为上帝有大声疼咱啦。上帝安怎疼咱？上帝怎么先爱我们？有人可以告诉我吗？找耶稣。为咱的罪来钉死伫十字架顶，吼！咱等下过完圣诞节，咱接续来到3、4月，就是接触啥？来面对耶稣，搁一摆来思想耶稣为着咱来死、埋葬，最后搁安怎？搁活。所以咱基督徒伫守祭期，拢是咧守啥？伫守耶稣基督安怎为着咱来死，救赎咱活命。所以，若有人讲我疼上帝，毋顾怨恨兄弟也是姊妹，伊是啥？伊是白贼的人。因为无疼有看，无疼有看会到的兄弟也是姊妹，哪会当看到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啊？所以兄弟姊妹，你若要看到上帝，你着爱安怎？着爱安怎？圣经安尼讲的意思是啥？哈？爱听迄个啥？你讨厌的兄弟姊妹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你爱听迄个啥？你无爱看，甚至袂爱去听伊的迄个人啊。你毋通干那去听迄个你爱的人啊。你爱的人，你介意的人，迄早就应该的啦，迄习惯啊。但是咱基督徒若要讲到传福音，要讲到生命有所有疼的行动力，拢爱去探讨着咱对福音的迄个本质。就是要安怎样去疼迄个姊妹些，所以疼上帝嘛，着疼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这是咱对基督领受的诫命。所以兄弟姊妹，经文的背景，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伫晚年这个最后生命的时，伊是唯一耶稣的门徒，到死的时阵，到要死之前，伊去体会着。原来伊军队耶稣，伊的真理是真正要安怎样伫疼的内底付出行动。所以上帝疼是本质是啥物？
上帝疼的本质的基础，就是咱对上帝甲人的疼，要安怎样甲伊显明出来。所以，搁一摆甲你边兄弟看一下哦。甲看3秒钟就好，无要讲啥物话，无要讲啥物话。每一礼拜，你就去体会，你甲咱的兄弟相见面的时阵，你就想着讲，我甲伊关系无介好，但是我看到你的时阵，我要甲你加看2-3秒钟啊。然后我想要讲你好无？你好无？你莫想象讲这你好无？这句话遮尔简单哦，有真侪人毋敢讲这句哦，对无？你好无？你这礼拜好无？讲平安最简单的啦，平安哦，平安哦，最简单的啦，很容易打招呼而已啦。但是你要问候他。我们今天也有是不是丽盆姐吗？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也有新朋友。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新朋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要时常去体会、问候、招待每一个新朋友，问候他：你好吗？你好，跟他做认识的关系。弟兄兄弟姊妹，牧师要跟咱分享圣经内底。咱的生命爱知影上帝圣经的话语讲，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咱做伙来看吼，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疼咱，将伊的宝贝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予咱，叫所有一切信伊的人安怎？后壁迄句最重要，无地到灭无。反得着啥？永远活啦！这个永远活，敢真正是肉体活的吗？其实唔是呢，是灵性上的呢。牧师常常讲吼，咱人愈来愈食年老，你的身体豆豆咧衰烂。通常人到最后的时阵，拢会面对一个问题：到底我要去到倒位啊？少年人可能讲较袂去体会这种感受啊。但是因为我做牧者，常常就爱主持，唔是干那主持婚礼啦，嘛得主持丧礼啦、丧事啦。当我看见当人倒伫病床顶的时，当伊的气豆豆无，当伊的迄个心跳指数，伊的边仔的人，迄种完全大家人拢咧体会、咧等待。人的生命要行最后的时阵，你要面对你的灵魂要行搭落去。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的生命，上帝疼，咱爱知影，上帝疼是啥物？疼世间人，意思是啥？是疼大桥教会，还是讲疼信伊的人吗？敢是吗？上帝疼讲神爱他的人吗？神爱信他的人吗？不是诶，圣经是说神爱世人诶，是所有在这世上的所有的人。是普世的，上帝疼所有世间的人，无分种族、文化甲罪恶，上帝拢疼。但是咱信伊的人，咱有这个认知无？还是咱甲伊分门别类？伊无伫教会，伊讲迄话，伊安怎做？迄做法毋是上帝欢喜的，咱毋通跟伊做伙。兄弟姊妹，咱爱好好思考。圣经内底佮讲啥物？伊将伊的独生圣囝安怎赏赐予咱？这是舍命的，是舍己的。所以咱的福音是啥？你要付出代价，你的亲人若要袂信主，你得爱安怎？你得爱为着这样代志来祈祷。一礼拜我跟牧师娘伊的家族去食饭，食饭的中间嘛有微信的，甚至有对美国转来的。伫个过程的中间，阮丈母来介绍讲阮这个囝婿咧做牧师的啦，做牧师的啦。我觉得这个很有压力，为什么？因为做牧师到底他会讲什么话？对不对？答案牧师，但是我听讲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在美国附近有教会吗？我就很自然，我就努力的告诉我自己，我要跟他分享，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找那边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最人，伊拢会感觉哇，那个牧师神圣的，教会是神圣的。
但是人拢无愿意行入去，人拢把教会看作是神圣的，是高攀不起的。所以咱信徒要安怎让咱的福音会当让人去体会到，咱就要知影，我们要不要舍命的？我们要付上代价哦，要去分享哦，你要去做见证哦，你要去跟他介绍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啊。所以兄弟姐妹，主的话讲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说，当你舍命，为了福音，为了福音来去传，上帝要伊的疼要带互咱的生命带来愿望甲祝福。所以兄弟姐妹，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赎咱活命的话，显明上帝伊的主动性，将伊的救恩赏赐互咱。所以兄弟姐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常常思考，福音到底有解决你生命的问题无？福音到底背后内底咧讲的耶稣基督，你所信的上帝，有咧帮助你解决你生命中的迄个问题无？你甲人的关系，你甲家庭的囝儿事岁的关系，你甲敬畏上帝的行动力有改变无？所以兄弟姊妹，唯有耶稣基督改变咱的生命，是因为伊一生用伊的生命为咱来活。所以兄弟姊妹，哥林多，咱知影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章，这是什么？爱的真谛。来，我们一起来唱一次，好不好？唱一次就好了。来呗，爱是恒久忍耐，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过去我袂晓疼人，过去我唔知影要安怎疼人，我常常就是甲这首歌摕起来唱啦，摕起来看这圣经的话安怎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我就去想，有圣经内底爱的真谛内底，我有倒一项我无做到的，我就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检测咱有人甲人的中间，有时咱有做误解，有时咱伫家庭的内底，含咱的亲人嘛有误解。但是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用耶稣基督的疼彼此了解，彼此赦免，关系着要安怎样伫耶稣基督的疼的内底，爱安怎？爱恢复啊！你有期待得到耶稣基督的疼无？会嘛？这当下要信主的人你就爱去认捌讲哦，耶稣安尼疼我，我愿意决志来洗礼，来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当你决志了后，你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有伫耶稣基督的疼的内底，来改变我这个人的生命，重新得到恢复无？我甲人的关系，我有勇敢的气力，会当同人建立迄个疼的关系无？所以兄弟姊妹，第二，咱就爱知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唔难领受主的疼，咱就爱安怎？咱就爱加油哦，爱激励哦。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为上帝而活。咱活不是为家己来活，咱活是为着耶稣基督来活，为着就是要伫主的疼的内底来活出一个无相款的性命。所以你活的不是在伫你家己要安怎活，乃是在伫你为上帝来活的时，要安怎样用主的智慧甲疼去疼伫需要的人。上帝自然固守你的性命。如果你若无了解这个真理，咱就亲像圣经内底所讲，你唔捌耶稣基督真正为着你来死，你要搁伫罪恶的内底。所以圣经讲，基督的疼激励咱，咱来想看卖哦。一个人有替正人死无？有无？耶稣基督为着正人死无？有啊。所以正人的罪原底会因为罪来死，咱就无因为安尼来死安尼。咱就因为安尼来得到得到救恩哦，得到活。所以兄弟姊妹，咱个活的唔是为着家己来活，为着家己活是会死的。什么意思？咱人哦，真爱安怎享受啊，真爱做跟上帝无关系的代志啊，对无？礼拜日咱若莫来礼拜，敢是为着上帝？唔是啦，迄个为着家己啦。下要困较晚，下袂？这是为着家己吧，对无？咱若要讲着奉献，奉献时间，奉献金钱，请问这拢是为着啥？为着你家己吗？为着上帝呢？所以咱若是为着上帝，你自然就知影。咱若为着上帝，咱就知影，咱是生命已经是对死人中搁活的人啦。但是你若还搁继续咧为着家己的，我相信你的生命唔是真正得到救恩哦。你要阁是为着家己的罪，为着家己的生活，在无形走状。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为着咱付出赔命的疼，是要爱咱的行动会当真实学习对伊来行。所以为什么咱常常会软弱？为什么咱的生命、咱的心常常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咱欠缺激励，咱来知影，咱伫耶稣基督的疼的内底。咱就爱常常激励咱家己来完成一个使命的工作，唔若甲听分享出去，嘛就爱将福音传予咱的至亲、咱的亲人。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讲，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怎么样？我们一起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注意哦，你有什么重担，还让你不敢为主而活啊？你有什么重担啊？搁咧互你安怎？搁咧唔捌这个上帝是这样那充满疼痛的上帝啊！我希望你会当开始学习，将你的重担交托给咱的主上帝。上帝自然帮助咱的生命更加为着伊来活。所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什么耶稣啊，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怎么样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圣经的话，上帝安尼咧甲咱讲。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心为什么有法度通为主来活？你会看到有的基督徒，就算伫苦难的内底，伊要游玩安怎？信心为主来活，就是因为摆在他眼前的是充满喜乐的，不是苦难，是充满盼望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不要放弃，我们的生命不要放弃。我还记得有一个莫书记前带咱来看过一个这个美国的足球员布洛克这个球员，伊的教练咧甲伊鼓励啦。这教练安怎甲伊鼓励？伊对这个起初爱一个伊的伙伴，然后拍的安尼一直行。伊讲教练啊，这不可能啊！我顶多大概几公尺而已啊。但是伊最后是对头行去到上路尾，是爱着一个伊的同伴。伫这个故事、这个影片内底，伊讲着啥呢？这个足球场长度是100米啦，伊走完
专场吼，是派这个72公斤的人吼。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伊的教练甲伊讲什么话呢？甲伊画17摆。对了，就是这样。对了，就是这样。我那甲这个青少年学吉他吼，伊一开始袂晓，啊，很困难。然后他完成了一个动作。对了，就是这样。啊，鼓励他。这个教练甲这个部落客球员甲伊讲，加油，一定画。伊哎哦，教练啊，不行了，差不多了，已经到了，加油，喊了15次。好，别放弃，喊了23次。尽全力喊了9次，48次，继续，继续，继续。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头前，咱是不是愿意？咱互相彼此鼓励，彼此激励，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好，那牧师也要鼓励我们，除了为我们的教会，我们圣歌队接下来我们圣歌队有很大的变动，然后那也是很多人的行程的规划。我们要为我们的育成祷告，为我们新竹祷告。新竹要去到台北，好3、4月嘛，好。那还有我们接下来的纯一老师要加入我们的团队。纯一老师他跟牧师说：“牧师，我不是音乐专科的，但我有那份热忱的心，我愿意投入，能够来带领。那马爱为着咱的当刚来记得，他告诉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再去找了。我说没关系，你努力看看，好，可以的话，你帮我们很大的忙，好，那么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育成，未来新的道路要在祷告当中继续服侍神，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是非常有福气的，不用怕，勇敢的往前迈进。像你今晚，布洛克说很痛，教练回应别放弃，要尽全力。布洛克说：“他很重啊。”我知道，我快没力气了。那你要再找出更多的力量啊！他说很痛啊。教练说：“我知道很痛，你继续吧。”我的手臂像火在烧啊，就让它烧吧。太困难了。教练说：“不会太困难，继续加油。”我常常在想讲，咱的生命，咱常常拄到救恩的问题的时阵，拄到福音需要帮助一个人的时阵，咱是不是嘛同款？会当安尼鼓励咱身躯边的人，唔通放弃，唔通放弃，领受到这个救恩对伊的生命是何等的要紧。最后，我相信你就会晓感谢支持你的人。顶礼拜，这个青少年吼，伫教会伫教会时阵我用电话讲 ：“Hello， 猫咪人，这里是教会哦。”好，他可能刚好在做某一件事情哈，那不是很 OK， 那牧师就鼓励他：“猫咪人，你在做什么？这里是教会哦。”他就说，他传了一个简讯：“牧师，你为什么在那么多人的面前用广播？”我跟他讲，我没有说什么。我没有说你做什么事但是我相信你知道这里是教会。后来我就在担心，我在欢乐，他会不会因为牧师的这一些话，好像戳破了他，让他没有无地自容。私底下，当我再次遇到他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成熟了，他的生命安怎？他勇敢的面对他的问题，这就是福音啊！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我不是要得到人对我的感谢，但是至少我知影要安怎将福音，在人伫软弱不足的时，咱就爱去讲应该讲的话。所以最后，牧师要鼓励咱，福音，咱伫领受主的听，会鼓励咱嘛就互相激励，咱就爱带出福音的行动，就是听行动。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怎么做，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伫这里讲，伊赏赐咱一个活命，这是一个赏赐，不是颁布，这是赏赐哦，不是负担哦。主所赏赐的拢是稳定，
拢是福气。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读经的人，咱就爱承认，这段圣经在其实互咱真大的鼓励，就是互咱明白，基督徒咱爱有一个凭据，就是爱清楚知影上帝安怎伫咱三听的内底，爱彼此互相鼓励，疼别人亲像家己。所以咱疼别人，咱嘛着爱知影，咱伫三听的中间，咱就是咧疼上帝。所以无疼迄个看会到的兄弟，你就无法度去疼迄个啥看袂到的上帝。所以你若要学习疼上帝以前，咱就先学习好好检视咱家己的生命，安怎去疼兄弟姊妹。最后，约翰福音书13章第30到第7节，耶稣知影爸已经将万物交互伊，就知影家己是对上帝出来，就爱归去到伫上帝遐去。就离开了，脱伊的衫，摕一条面巾，安怎？甲水倒伫盆仔内底，替门徒来洗骹。伫迄中间，西门彼得问伊讲：“公主啊，你要甲我洗骹吗？”耶稣甲伊讲：“我所做的，你即马毋知影，后来你就会知影，你就会明白。”所以兄弟姊妹，咱有认清咱甲上帝的关系甲身份无？耶稣也有认清啊，有没有？他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给他，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你的家庭，你是做父亲的，你是做母亲的，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将他们交给你啊？有没有？每次我看到我的孩子，我就想到他是我生的，是上帝赏赐的，他交给了我。那我就要好好的服务他们，爱他们，照顾他们。这就是耶稣在讲的。他脱下了衣服，拿了毛巾为他的门徒洗脚。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嘛要鼓励咱，当咱领受福音的真理话命的话，咱就伫主的疼内底，激励咱的生命，激励咱身躯边的人，三甲做伙来认捌主的疼是我尔那好，我尔那受祝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主耶和华上帝，愿感谢主你丰丰富富的疼痛，伫你的疼内底，毋若改变阮的生命，也互阮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会晓要安怎样实际该行出主你的疼的信仰。主啊，阮伫你面头前，阮着爱定心立志，愿阮的生命伫主你的疼内底。将福音来甲伊报扬、传扬出去，分享伫阮身躯边的人，是通过阮本身的生命有改变，是因为阮本身的生命领受着主耶稣基督真实为着阮来死搁活，所带互阮生命愿望。阮嘛愿意来领受，嘛愿意来改变，互阮对疼人的关系无共款。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着同心合意的态度，常常来做伙服侍主、服侍人的时，着同心合意。无论伫阮的言行举止，对内心到外在，阮拢会当活出彼此相疼的生命。主啊，愿上帝你赐福你的教会，互你的教会成做一个共同做伙伫合一的内底，伫福音的内底，伫家庭的内底，伫教会内面，阮拢会当互相彼此相疼。互相代祷，互上帝你的福音伫阮的中间，你的疼痛会来显明主你是何等疼阮，是真实的，是搁活的生命。主啊，阮要为着教会未来来祈祷，当阮恳求上帝你会当来为阮陪伴，兴起搁较侪为主你做工的人，阮做伙投入伫主你收割即个福音的职场的内底。阮需要有侪侪助力遐来的气力，帮助阮有无工作的，愿上帝你互因学习认真祈祷，装备性命，去等待新的头路、新的工课、挑战的开始。愿你嘛帮助阮，互阮伫新的画面领受的时，阮会当更加有气力为主你来活。阮相信，阮常常伫祈祷的内底，阮要领受加倍祝福甲感动。互5000领受2000个，同齐为主你来领受加倍祝福的稳定。
愿意使用阮，成就主你的心意，一直到阮见主你面的时，主你要讲好，搁尽忠的路途。奉主耶稣的名来恳求祈祷，阿门。这个是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伫主听堂内面。奉献是每一个信伊信主的人，咱通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伫咱生命中稳定的赏赐。如果你若无了解，甚至你若无准备的，请咱伫安静祈祷的内底来祈祷。咱做伙伫奉献的内底，以办心求上帝赏赐，互咱若伫产业、家庭、工作、生活，拢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互咱会当用咱丰富的生命来回应上帝。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稳定，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前丰收的种子，我亲信
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议员徛咧，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俄勒上帝至权至尊，将荣光归予咱的主。俄勒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万本，一定先在地的攀比，永远俄勒白行清晰。阿门。主，愿你的话语常常来激励阮，安慰阮的心，勇壮阮的心灵，互阮的祈祷毋若是言语，乃是出对信心的信号。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逐人的生命内底，互主你的教会带来恢复、创新、生命有改变的愿望。阿门。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大家三甲彼地，互阮的生命通荣光主你宝贵的圣尊名，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立倒。新春礼拜拜三吼，咱有新春礼拜咱伫咱的书店新路嘛吼，恁